喺呢個先進嘅年代，我哋生活睇起嚟都越嚟越好啦。手機功能越嚟越多，想食嘢嘅話，撳兩個掣佢就嚟啦。想睇啲乜嘢，隨時都有得睇。但係內心點解反而越嚟越唔開心呢？明明物質比以前豐富咁多，選擇又咁多，娛樂更加係無限啊！但係我哋好似成日都好焦慮、空虛，甚至多咗好多人有抑鬱啊！到底係出咗啲乜嘢問題呢？一位瑞典嘅精神科醫師話：快樂唔係越追越有，而係越簡單越清楚。今日要講嘅呢本書《真正嘅快樂處方》，佢用腦神經科學嘅研究，教你點樣透過一點點日常嘅改變，幫你揾翻真正穩定而深層嘅快樂。首先，點解我哋嘅大腦唔開心呢？作者話，雖然而家呢個世代已經咁先進，但係我哋大腦仲係活喺石器時代啊！大腦嘅設計仍然停留喺求生存嘅邏輯度，所以我哋特別容易專注喺壞消息，在意人哋嘅評價，想控制一切，成日都焦慮，中意比較，驚錯過啲乜嘢嘅呢啲反應，其實都係正常腦運作嘅結果。問題係喺呢個太多資訊嘅時代，個大腦好容易過熱，令到注意力分散，再加上喐得太少，諗得太多，瞓得唔夠三大現象，快樂自然離我哋越嚟越遠啦。呢本書嘅作者提供咗5個經科學實證嘅快樂建議，唔使靠錢，亦都唔需要好大嘅改變，只要從生活小處開始就可以見效。處方1：運動係最平最強嘅快樂藥啊！作者話每星期3次，每次30分鐘快步行，就能夠明顯減少焦慮同埋抑鬱。作者指出，呢個效果甚至媲美抗抑鬱藥啊，而且冇副作用。當你運動嗰陣，大腦會釋放多巴胺同埋血清素，呢啲都係天然嘅快樂激素。以下係一啲實踐嘅小貼士，例如食 lunch 之後行15分鐘，每日 set 一個固定嘅流汗時段。提自己，我哋運動唔係淨係為咗減肥，而係為咗快樂。第2個處方係熄咗個 mon 佢，等大腦喘口氣。手機同埋 social media 就好似糖咁，令到人哋越食越上癮啊！不斷嘅信息刺激只會降低專注力，破壞睡眠，甚至影響情緒穩定。以下係一啲實踐嘅小貼士啊，例如起身之後1個鐘頭唔睇手機啦，食飯嗰陣唔睇住個 mon，每日留1個鐘頭嘅冇螢幕時間。處方3就係越簡單就越清楚。太多選擇會帶來決策疲勞同埋焦慮，讓人無法專注同埋滿足。作者認為簡化生活係釋放快樂嘅關鍵。佢嘅實踐建議係每日只係安排3件重點任務，早餐只係俾2個選擇自己，避免一早就浪費腦力。清理衣櫃同埋手機應用程式，淨係留低啲真正需要嘅。處方4：社交係情緒嘅穩定器。孤獨會增加壓力荷爾蒙，傷害免疫力同埋心理健康。你唔需要好大量嘅社交，但係幾次有品質嘅交流，能夠讓你嘅幸福感提升。你可以咁樣做㗎，例如每個星期主動約1次朋友見面或者傾電話，每日至少同1個人好好咁講話。練習一啲同其他人嘅小互動，例如對陌生人微笑，或者係同超市或者便利店職員好好咁感謝，同佢傾2句。處方5就係讓自然療癒你嘅大腦。人類原本就生活喺大自然入面，但係現代生活讓我哋成日都同大自然隔絕啊。研究顯示，同大自然接觸2個鐘以上，可以有效降低焦慮同埋提升專注力。所以我哋可以試下每星期至少2次去公園、海邊或者森林散步，喺陽台度種下植物，打造自己嘅綠色角落，同埋留意每日遇到嘅自然風景，慢慢靜落嚟觀察下。呢啲快樂處方其實一啲都唔神奇，亦都唔新奇，但係佢提醒我哋，你唔開心唔係你做得唔夠好，只係你嘅大腦太攰啫。當我哋願意喐多少少，睇少一陣手機，多啲真實嘅社交同埋同大自然接觸，快樂就會翻返嚟㗎啦。